我以前还想着不行就去送外卖，没想到送外卖也这么艰辛。直走，62米后有一个红绿灯，那里左转。真差不多60多米，你挺准啊。哎，你说像咱俩这样磁场异常的人有多少？几亿，或10几亿分之一。这么濒危？要不然我也不能找你啊。你这话说的，找到我是你的幸运。哎，我自己能穿吗？懂你，懂你，懂你。别这么幼稚。你说咱除了传照片，还有什么别的能力吗？比如说什么飞呀、喷火呀、放电啊、隐身什么的。不能，注意你汽车的路线。那感觉不够酷炫啊！哎，对了，那我要是死在这儿该怎么办啊？我不会让你死的，只要你听话，